喂，大家好，歡迎一齊嚟食一食今日嘅財經花生。今日個市況真係幾得意，香港同美國好似上演緊兩套唔同嘅劇本，一邊係新股市場冰火兩重天，另一邊就係全個華爾街都平息靜氣，等緊一個重要人物出場。究竟發生緊咩事？我哋即刻嚟睇睇。首先睇翻我哋香港個市，恒指今日表現都係麻麻地，全日跌咗319點，個市底氣似乎仲係有啲弱。不過喺一片淡靜之中，新股市場就爆出咗火花，而且係非常極端嘅一半火焰，一半海水。今日有兩隻新股同日掛牌，但係命運就差天共地。主角係邊個？就係卓越瑞新，股票代號2687。佢係一間做高等教育數位教學方案嘅公司，佢嘅招股價係67.5蚊。但係一開市已經不得了，高開2成幾，去到83.6蚊。最癲嘅係盤中一度炒高到142.5蚊，升幅超過1倍，最後收市報126.4蚊，比招股價高出87%。計一計數，如果抽中一手100股，唔計手續費，賬面就賺咗590蚊，真係恭喜晒抽中嘅朋友，可以飲得杯落。呢隻股之所以咁勁，其中個原因係佢公開發售超額認購成4813倍，證明市場啲資金真係好渴求一啲有概念嘅新股。不過正所謂同人唔同命，同遮唔同病，另一隻同日上市做模擬晶片嘅立芯微，代號2676就淡淡收場，佢招股價116蚊。但係暗盤已經穿咗，今日收市仲要跌多啲，跌咗4.3%，每手賬面要蝕差唔多500蚊，一入場就要坐艇，一邊係人頭湧湧，另一邊就門可羅雀，真係一個好強烈嘅對比。呢個情況都反映咗而家個市資金非常揀擇，唔係咩股都炒，而且對晶片呢類行業喺目前嘅大環境下，投資者似乎都比較審慎。好啦，講完香港，我哋將目光轉向地球嘅另一邊，睇睇美股嘅情況。尋晚美股個氣氛可以用等一個人嚟形容，等邊個？就係聯儲局主席鮑威爾。全個市場嘅焦點都放咗喺香港時間星期四凌晨公佈嘅議息結果。市場普遍都估今次會減息4分1厘，但係減息背後聯儲局內部嘅分歧，同埋鮑威爾喺記者會上面會講啲乜，先至係戲肉。所以喺結果公佈之前，大家都唔敢亂咁屈，道指早段窄幅上落。但最後收市都係跌咗115點，反映投資者嘅觀望情緒非常濃厚。雖然市場預期會減息，但似乎唔係好收貨，擔心緊之後嘅經濟路向。個股方面，一啲大型科技股都受壓，好似 Tesla 同 Netflix 都跌咗超過3%， Google 母公司 Alphabet 都跌咗超過2%。呢啲平時帶領大市嘅火車頭都跪低，可見市場嘅避險情緒係幾高。不過凡事總有例外，華納兄弟探索嘅股價就逆市升咗超過4%，證明資金都係揾緊個別有故事嘅股票嚟炒。講開科技股同晶片，就不得不提翻蘋果公司最近嘅一單人事風波。之前一直有傳聞話蘋果嘅晶片部門大佬高級副總裁 Johnny Suji 可能會離職，呢個消息一度令市場好擔心，因為佢可以話係蘋果自家晶片嘅靈魂人物。大家手上嘅 iPhone、iPad、MacBook 用緊嘅 A 系列同 M 系列晶片，嗰種超強性能同超低功耗，都係由佢帶領嘅團隊一手一腳研發出嚟。可以話蘋果能夠成功擺斷頭，實現晶片自主， Johnny Suji 係功不可沒。如果佢真係走，對蘋果未來嘅產品路線圖，尤其係而家個個都講嘅 A 產品佈局，肯定係一個重大打擊。不過最新消息就派咗甩定心丸，Suji 已經透過內部備忘錄同員工講，佢近期唔會離開蘋果，仲話自己好熱愛目前嘅工作同團隊。呢個澄清可以話係及時撲熄咗一場潛在嘅大火，亦都穩住咗外界對蘋果領導層嘅信心。對蘋果嚟講，留得住呢位猛將，就等於保住咗佢哋未來幾年喺硬件創新上嘅核心競爭力。總結翻今日嘅市況，可以見到無論係香港定係美國，市場都充滿住不確定性。香港股市整體疲弱，但係個別新股就可以炒到飛天，反映資金炒作未濃。但係基本面支持就未必夠，而美國嗰邊，就算聯儲局準備減息，市場都仲係憂心忡忡，擔心緊之後嘅經濟前景。喺呢個時候，一間公司嘅核心人物係咪留得低，反而成為咗穩定軍心嘅重要因素。睇嚟喺數字同圖表之外，人嘅因素始終都係市場最關注嘅焦點之一。今日花生仔就講到呢度，記得 like 同 subscribe 支持我哋。唔好意思留言分享你對今日市況嘅睇法，或者想我哋下一集講啲乜，下次再見。